現在不止超高樓，一些公寓比較低樓層的，假設如果你像場地是安全的話，遇到濃煙關門，然後就地避難，然後打119，消防人員會報你的所在位置，然後讓消防人員進去把你帶出來。從市長上任到現在，總共花費了9億多，相關的救災車輛消防車有99輛，相關的救災車輛達到222輛，明年還有2輛的雲梯車會啟用，包括明年的總共有7輛的雲梯車，在雲梯車的採購上就已經花費了2億多了，所以在這個可以證明說，市長對消防救災設備的更新、替換方面是非常的照顧，希望這些設備都不要用到，但是在用到的时候能夠及時發揮它的作用。它是我們市场任內第一部最高的52米的雲梯車市场任內總可以汰換了5台雲梯車，前面4台的部分都是32公尺的，這是第5台是最高的52公尺的，採用我們瑞典大廠的全新底盤這些安全裝置包括 AEB 的自動緊急剎車跟我們車側的穩定的部分平台負重的話可以到達500公斤出水量可以到3800公升。這台就是更偏向於有電腦輔助控制，在操作的順暢度之類的，就是比舊的311車還要更快速了。它架梯只不用大概20秒就可以把梯子架好。总共有大概目前是22台無人機然後我們的消防機器人总共有12台，都有搭載相關的我們的熱顯像儀，可以從空拍監視我們火場的溫度，還有我們的消防機器人也是有搭配我們的熱顯像儀跟我們的五用气體探測器，可以探測我們現场的一些有毒的气体。空拍机的部分，它還有結合我們的 AI 的一些辨識功能，可以辨識我們的除了水域的人像跟我們山域救援的人像，這些都有透過一些 AI 的科技來做結合。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雲梯展地護家園，衛星火柴天力氣。為了因應這個新形態都市的高樓林立，消防設備高空救火或者高樓救火的時候，非常需要更精良的裝備。我們特別斥資3650萬來購置52米高的雲梯車，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雲梯車。所以說面對将近16層樓高樓的火警是可以進行滅火的動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這樣上去的話，可能將近20層樓高的這個火災都可以應付。所以呢，我們還是呼籲市民朋友們要做好消防意識，要用防火的材料，在家中或室內不要放这个易燃的物品。平常在家中烹煮食物的时候，要特別注意用火。有好的裝備，有好的訓練精良的人員，但是我們希望這個民眾要有消防意識，這才是保障自身安全、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大的保障。面對疫情，5月連3天測出上高溫39.7度，成為全台上熱的地點。另外，南華北寮里冒38.1度。洪議員周一齊相當關心幼童使用公園的安全顧慮，要求現況的業者南勢公園要趕緊補強熱熱的設施。特別是去年就已經質詢提案，卻一直無下落。對此，市長認為這是同案問題，一定會總檢討。全台最熱的地方就是在玉井，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在去年我有提到這個每一個遊戲場、遊戲空間，我們需要遮陽設施。從去年提到今年，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動作？那一樣，這個遊戲場天氣那麼熱的狀況之下，我們沒有遮陽設施，到底要怎麼玩？這個我們要做全市性的全線的整個一條這個台20公路這個線沿線的這些，包括玉井、南化，你剛剛講南溪，事實上全台南市有很多公園。沒錯，我發現我們要做通案性的檢討。議員除了檢討現況的公園普遍無便利加日頭設施的預算，也將對校園跑道的 PU 材質在高溫的狀況會產生化學氣味，所以呼籲市府在公園指定各式跑道要全面整修的同時，須可改善合成橡膠。對此，市長表示，雖然跑道是戶外空間，不過只要環境健康的顧慮，一定要須可改善。何況這嘛是全市的問題，會全面檢討。台南新聞管制張碩維採訪報道。所以我們就會
林美燕擔任議員，加上李到任期連續服務地方已經滿30檔，拍算900戶後生。5號總日巡近100名南區鄉親特別來議會旁聽。質詢當中，意外出現消防人員戴頭盔、身穿防寒背心等安全裝備，提出議員就是要凸顯日前消防人員無緣無故在執勤當中被人攻擊，所以要求所有安全裝備一定要保護照到。這個是我們的消防人員，他身上穿的這個就是防護罩的頭盔，還有這是環切割背心，這個頸部也是一樣，幾年前也是因為就是救護人員、救災人員被人就是割喉這個部分，所以在整個一套裡面，我們看到保護頭部、保護頸部、保護心臟這個部分，這東西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們的器官，人的器官。在前一段時間，我們也一直在反映，我們必須要把設備都做好。我們現在每一台第一線的救護車，61台救護車。每個車上至少有2頂的，現在我們同仁穿的這個防護頭盔。那專責隊是3頂。那包括現在你一直關心的這個防割背心，雖然它不是我們的救護的基本配備，但是我們在所有的專責隊，每一個專責隊都有8件的防割背心。我剛上任市長的第1年，消防局那個時候的消防員，消防局的同仁大概700多位啊。700多個，700多位啊，那現在已經1065位了。然後我們那時候的預算17億，現在預算超過34億5了，所以已經成長了1.02%。那我跟你講102%。另外，面對超高齡社會，結果台南敬老開福利也停留在上基本，議員希望加碼唔通加其他5島差傷濟，至於生育率的提升、加有薪婦女的福利等相關照護經費，嘛希望台南加油唔通個敗尾啊，共同打造專齡友善的幸福社區。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台南市實施各種式免費營養午餐，一檔超過16億的預算，對市府來講已經是沉重的財政壓力。不過，議員郭鳳儀在總日巡閣加碼提出公辦營養早餐的計劃。伊強調有超過1成學生一禮拜內食早頓無到3天，而且研究嘛指出，無食早頓空腹明顯影響成長學習，所以表示這款好的政策一定要跨出第一步。雖然教育局長勉強反對，不過市長表示，伊願意評估，先徵詢調查各界意見，在8月提出說明。營養早餐所涉及到的所涉及到4個層面。第一個是除了改善兒童的營養之外，那照顧弱勢家庭，促進健康的飲食，支持在地的農業。所以最後這個在地的農業這個部分，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做的。這是一個循環性，而且是面向可以做到這樣子。那當然，咱希望的是我們在地食農教育這個部分啊，你有認同無啦？這件代誌啦，營養早餐這件事，這個計劃是不是要這樣子去做？嘗試去做。我們徵詢各界的意見，可以嗎？徵詢，你要到底徵詢到你現任嗎？徵詢家長，徵詢老師。要徵詢到什麼時候？我跟你講，在學期結束前，8月1號下個學期開始前，我們徵詢。給我一個結論好嗎？好，徵詢的結論可以嗎？好，徵詢的結論一定告訴你。議員進一步強調，營養早餐是公辦，不是公費。呼籲市府先規劃3500萬在偏鄉弱勢來試辦，一步一步檢討，對着減少學生食本色食物、減少大塊的比例，加幫助在地農業，都有正面影響。台南新聞軍籍張碩維採訪報道。台南市長黃偉綽向安平開大天後宮媽祖參拜，祈求2026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比賽以及訓練過程平安順利，並依着鼓勵舉行龍船點燈儀式。
手提姿勢開弓架，摕龍舟點睛，向前予新娘領去。PU 龍舟比賽圓滿成功。那其實南部已經久旱了，所以說這個時候因為要辦龍舟賽，要來點這個及時雨也是非常好的。今年的龍舟賽6月17到21，將佇咧台南運河場場，總共有163隊，4057位選手比賽，當中更有來自墨西哥、烏克蘭的隊伍參與，和龍舟賽唔那是國際勝數，也成為社區交流的重要平台。做好這個文化交流，把台南的這個龍舟錦標賽的這個部分呢，也能夠讓烏克蘭選手再回去烏克蘭的時候，也能夠帶給他們，那也同時祈願希望這個世界能夠和平哈，那也把和平的種子帶回去。拄好運河通航100週年，市府近在咧賽事期間規劃美食市集、藝文演出等活動，開幕當天請來即將成真火舞團，再來結合運河水系大型會舞演出，以火龍甲水龍意象結合運動精神以及媽祖文化特色。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透早5點外，大約4個層樓高的老青仔熊熊倒落，代志就發生在咧全台首約關心峰廟廟埕。迄當陣，講者，足大聲哦。再看啊。就倒去安尼就對啦。邊仔顧營檳城的厝頂直接風陷着，好佳在當下無人車經過，市府工務局接到通報，趕緊派人來進行移除作業。也毋過今仔日舊曆4月20是新豐夜慶遊白聖誕，所有規劃就是活動攏先暫停。這個樹應該是我們前幾年在蓋這個行館的時候，那時候因為擔心它的莖會串過來，所以我們有叫人家修剪它的莖。發現一次褐根病，它褐根病發生原因呢，應該是那個它的基地受到破壞，然後因為加上最近又一直下雨。有悶熱，它造成它的樹根爛掉，然後發生傾倒。北區公所指出，這種樹仔本身就有病，而且車地受關心風廟行管影響，這兩天過落雨，才地樹樹倒落來，因為舊的廟體正佇咧中間，新上攏請到臨時行管。好佳在老青仔無陷着安做新上的位，五營要安怎中間會擱再討論。五營變落來，這就是廟愛關心路。來，請關心王來指示這第一點。第二點啦，對民間的俗語啦，這都是有代志的，要指示眾生啦。以民俗角度來講，廟前青仔樹通常是平美，也是陰兵陰將休困的所在。漢地古營象徵是由古營平美搭這張在下。現在閣是廟方中建期間，專家建議廟方除了會當清洗心意，也希望四方大眾會當支持中建工課。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油滑細緻的和牛放入鍋中，輕涮2下，肉片瞬間轉為粉嫩色澤，入口滑嫩又帶點油香。招牌壽喜燒以香菇與昆布調製，鹹甜交織卻不膩口，搭配肉片、海鮮與蔬菜，讓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來。一般的壽喜燒會偏甜或偏鹹，那這邊我覺得是還蠻適中的，對，味道蠻適中的。然後就是涮肉啊，跟那個食材搭起來都，就是味道都還蠻符合的。就是有些就是壽喜燒可能涮食材會還蠻分離的感覺，但這邊是吃起來就是味道蠻融合的，對。然後這邊有一點比較特別，是它還可以自己去挑那個生菜，然後就是有機的，這還蠻特別的，因為其他店都是配好的。那他這邊可以自己去選自己想要的菜。壽喜燒主要都是由醬油、米令、sake 這些等等的組成。那我也不怕這個成本，
我們確實在選材上面是花了比較多的這個心力。那為了要讓客人就是在口感上面可以吃到不死甜、不死鹹、不膩的這個醬汁，我的醬油我自己都喝了好幾種不同的醬油，才選定這一款的醬汁下去做調配。那昆布鍋的部分，我們有用到甘蔗、洋蔥、蘋果、紅蘿蔔、白蘿蔔、高麗菜等等的有形的蔬菜下去熬制，也是希望帶給客人健康。那湯頭上面就是它適合搭配肉類，也可以搭配海鮮，就是這樣的一個調配。店裡的麻辣花椒湯頭則是走溫潤路線，以中藥材為底自行炒制，香氣濃厚，辣度溫和，帶出層次，少了刺激，多了回甘。不只愛吃辣的人喜歡，連平常不太敢吃辣的民眾也能輕鬆駕馭。第一次来，然後我們特地從新竹上來。对，這間的麻辣鍋那湯頭很特別，跟我所認知的，就是跟大陸他們那種的牛油麻辣比較不一樣，是屬於偏向於中藥的。那我蠻喜歡這種味道，而且它不會有那種後味，是讓人家覺得很辣，或者是沒辦法接受。我蠻喜歡這邊的中藥湯頭，包含說它的肉是入口即化。所以很好吃。我的麻辣鍋，客人喝到的第一口是說，你把麻辣鍋調成適合台灣人的口味的麻辣鍋。我要特別強調的，不止我的中藥湯頭之外，我連辣椒油的選用，我都是用有機農場的辣椒油提煉辣油，所以它在辣度上面是相对的溫和，不嗆辣的。所以也很希望大家有機會來品嘗。店內還有一大亮點，就是多款有機蔬菜無限供應，小松菜、奶油白菜、各種葉菜都新鮮清脆。老闆侯佑琪以科技人背景出發，把精準管理用在食材挑選與供應鏈上，從源頭把關品質，也讓外食族能補充滿滿蔬菜量，吃得更均衡。這很棒，因為它蔬菜其實都很新鮮。然後，因為特別像是奶油白菜，它的花色的菜色跟它的新鮮度其實是非常棒，所以我覺得說這間店主打這個蔬菜吃到飽是很棒的一個 idea。我們在整個食材的選用上面，以及湯底的部分，我們都是以健康的理念為出發。我們希望科技人難得有空坐下來吃一頓飯，他可以吃到 CP 值高、健康的飲食。我們的供應鏈我們非常重視，所以我盡量把自己的供應鏈拉成跟飯店同一個 level 的。比如說我的有機菜綠萌子，它本身也供應君悅飯店，那它也供應台北內湖農會。那我的雞蛋或是我的肉類的選用，都是特別把供應鏈的部分好好的去做一個評估跟篩選。我有用到美國 National Beef， 它的飼料不含抗生素荷爾蒙。那我用力大的豬肉，選用台灣豬，所以這幾個肉類海鮮食材部分，我們都是精挑細選。只要科技人他嘗過我們的食材跟餐點，都會愛上。他們認為我們不是在乎多少錢，我們在乎的是 CP 值，我們在乎的是健康。從鮮美和牛、肉品、海鮮到特色湯頭，再到滿滿一盤盤有機蔬菜，對忙碌的內科上班族來說，能坐下來好好吃一頓，補充營養，也多了健康美味的新選擇。記者林希慧台北報道。從台灣出發到石垣島，從今天開始不再只有搭飛機的選項，往返基隆石垣島的8重3丸渡輪28號晚間正式開航。2、1，請用檢。首航儀式上，中央及地方貴賓雲集，副市長邱佩玲代表市長謝國樑出席儀式，強調這一條航線啟動，更拉近了基隆和石垣島兩座城市的距離。那我覺得很棒的時候，今天總算歷盡艱難，各式各樣的都排除掉了。那我們很希望可以順利的完成。那最主要的是說，石垣島有5萬個客人，剛剛市長也說了，他其實到石垣島玩了100萬個客人。那我們很希望這100萬客人借由這條輪船，
一起來基隆，來台灣，讓更多的人認識台灣的美。八重三丸渡輪總噸位21,688噸，航線採取直航方式，中途不會停靠其他港口，單程約7到8個小時航程。那目前現階段1個月的試營運，那我們大概就是每個禮拜四從基隆出發，每個禮拜天從石原回來，那航程大概7到8個小時左右。那7月到8月份開始，我們會有一個增班的動作，1個禮拜會有2個航班，每個禮拜2、禮拜4從基隆出發到石原，那希望可以帶給旅客更彈性、然後更豐富的這個旅程的安排。渡輪依照艙房類型分成8種價位，船上公共設施包含了餐廳、咖啡廳、卡拉 OK、便利商店和日式澡堂，要讓旅客在航程中先享受到度假樂趣。八重三丸的優勢其實是提供給旅客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旅遊形態。那我們強調的是一種就是慢活的形式，也就是說呢，平常大家上班都會很忙碌，我們的提倡的方式就是說，旅遊應該是要放鬆的旅遊，而不是去追求時間。從基隆港出發到日本沖繩石垣島那霸旅遊，目前遊客都會搭乘郵輪或飛機。現在從基隆出發，搭乘渡輪也可以前往，讓國人出國旅遊又多一項選擇。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大家常常在路邊看見各種違規小廣告。桃園市環保局為了維護市容環境，即日起針對房地產銷售廣告任意占用人行通道以及張貼懸掛於道路電線桿、燈桿、交通號誌牌等違規行為加強查。違規業者除了可依法裁罰最高30萬元的罰鍰，情節重大者還可以依相關規定停工處分。環保局呢就結合了地政局跟監管處等單位，全面的加強違規廣告的一個巡查及那個源頭管理。那過去的違規廣告呢，都是只有依廢棄物清理法的裁罰1200到2000元。對部分的業者而言來講的話呢，違規的成本偏低，所以嚇阻效果有限。那這一次呢，市府呢建立了一個跨局處的通報及裁處機制後呢，除了由環境管理處第一時間的話清除違規廣告外呢，也同步的移請地政局還有監管處依法裁處。其中呢，依房地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的話呢，可以裁罰6萬元到30萬元，最高裁罰呢較之前呢提高了50倍。過去違規廣告大多依廢棄物清理法裁罰1200元到6000元，嚇阻效果有限。現在市府建立跨局處通報跟裁處機制之後，除了由環境管理處第一時間清除違規廣告，也會同步移請地政局、監管處依法裁罰。呼籲業者善用合法廣告，切勿以身試法。在此呢，我們也呼籲業者必須呢改變過往的一個行銷模式，善用呢合法的廣告管道，例如市府設置的公共廣告欄，或者是依法申請的一個路燈旗幟廣告，或者是透過呢大眾的運輸車體燈箱及數位媒體刊登廣告。另外呢，也提醒民眾，如果有發現呢違規張貼或者懸掛廣告行為，可以向呢環境管理處檢舉，協助呢市府來追查裁處。那希望呢透過呢市民的共同參與，一同呢維護呢整潔環境安全的市容環境。除了加強稽查跟裁罰，民眾如果發現違規張貼或懸掛廣告行為，可以拍攝違規過程、行為人特徵跟車牌號碼，向環管處檢舉。環保局也持續推動撕小廣告換好禮活動，不僅可以換市民卡加值金，還有機會抽中大獎，邀請大家共同守護市容環境。記者賴偉一團報道。台鋼雄鷹主場開幕戰6日在澄清湖棒球場熱鬧登場，當天的總進場人數突破了16000人，相當熱鬧。不過近日台鋼正式表態，下一個階段目標將放在催生高雄巨蛋球場。消息一出，也立刻引發大家的高度期盼。給我大巨蛋！高雄太熱了，需要一顆大巨蛋。我們高雄想要有一顆大巨蛋呢，這樣子我們看球環境會比較舒服一點。我覺得很好啊，如果有這個新的話，如果可以蓋得起來，真是造福南部的球迷。我們高雄消費能力也沒有很差，消費得起啊，絕對可以啦，蓋下去就對了，對，比較舒服。多少吃得到台南的球迷嘛？對啊，因為台南也是算是棒球的大本營啊，對啊，所以應該是我覺得應該不會到養不起來啦。票房不會擔心啦，因為台南、高雄人都會來支持啊。其實台北人也很喜歡來這邊，因為我本身就是台北人，所以我就下來這邊看球，所以其實是沒有問題。
就是周邊如果設施交通做得好的話，絕對都大巨蛋也是沒有問題。你也知道，我們高雄天氣真的很熱。那當然，像我自己也會跑台北大巨蛋看球嘛，有冷氣吹真的很舒服。那當然除了天氣熱啦，有時候下雨的因素會造成就是延賽啊、停賽之類的。那當然，如果有一個高雄大巨蛋所謂的室內場地，當然就是非常希望，然後也就樂觀其成。至於復旦要選在哪一個地點，也成為地方爭取的重點。由於立委賴瑞隆曾經公開主張205兵工廠適合新建巨蛋，腹地大加上有亞灣建設加持，既有條件可以升級發展成為大巨蛋部落，因此也獲得球團的高度青睞。亞洲新灣區呢，在時代大道周邊，包括205兵工廠，是高雄市未來發展一個很重要的金雞母之地。所以呢，那整個區塊呢，應該要更高格局來思考整體的區塊感覺。這個當然，巨蛋的生成這個地方的思考是一個非常棒的，我們都樂觀其成。甚至未來的這個市政中心、未來的商業中心，都可以往那個地方來做整體的規劃。這樣對於整體亞洲新灣區的擴展，以及高雄市的商業以及球迷的期待呢，可以做綜合型的思考。未來這樣呢，一定可以成為高雄的這個重要的金雞母。未來高雄呢，除了演唱會、除了棒球比賽以外呢，如何去引進呢更多的運動項目能夠進到高雄，甚至呢更高一個等級國際的賽事呢能夠進到高雄所以讓我們的每一個場館呢都有它的這個利用的價值。那當然大巨蛋呢，除了這個演唱會我們所看到的除了這個運動項目以外呢我們可以看到台北的大巨蛋呢，那它是一個聚落，它附近呢還有文創的園區，所以呢它是除了巨蛋以外，那它還有其他的這個主題的園區呢，讓它變成一個聚落，也帶動了附近呢整體的商機商業。所以我想高雄呢可以好好的來參考台北的模式。那未來如果高雄要有大巨蛋落地，那這個大巨蛋呢，它周邊除了呢這個巨蛋以外，它應該還要有哪一些的附屬的設施？應該還要有哪一些的呢配合着這個園區呢？能夠呢讓我們的這個大巨蛋呢成為一個聚落。我想這個才是我們要朝這個方向去做思考。自從去年世界12強中華隊奪冠之後，新建大巨蛋的議題就掀起全國討論熱潮。雖然市長陳其邁坦言生蛋容易養蛋難，但現在有球團表態，是否就代表高雄巨蛋真的有機會了？這值得大家繼續期待。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江桃，只來1天也可以保職災保險嗎？可以。我們不是公司，這樣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職災保險會不會很難啊？一點都不難，可以通過統一超商 iPhone 機台申報，或透過電腦、手機上勞保局官網申報。代為申報特別加保的職業工會也能辦理。繳費完成，保障生效。實際從事勞動人員也適用於特別加保哦。特別加保真便利，臨時上工好安心。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
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我不要得腸病毒，玩具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